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行政院长杜英泰针对立法院通过财政收支划分法，歪来附属，也就是歪签名确认。立法院除了提出着无信任案之外，还有一个手段，就是向宪法法庭提出着改说宪法。但是宪法法庭伫咧纳白修改着宪法诉讼法了后，因为人数无够，目前根本无法度运作。也毋过听讲，司法院的大法官即礼拜五要召开评议，是毋是会针对着宪法诉讼法做出着违反宪法的判决，嘛牵动宪法法庭是毋是会当恢复运作？只要宪法法庭能够继续执行他的职权，很多事情都可以解决。行政甲立法互相对立，敢来当交互公正第三方宪法的法院来解决。偏偏咱立法院修正的宪法诉讼法，要求违宪的判决必须要得到9位大法官的同意。严格目前，敢若8位大法官，宪法法庭暂时冻点。是讲宪法法庭官方网站行程，12月19向向安排将要开确认文本的评议。遵照旧例，大法官在确认文本评议后，当天就会做出判决。最有可能正做宪诉法新法上路后头一件宪法的裁判。大法官应该要遵守宪诉法的规定哦。宪法法庭没有被瘫痪，宪法法庭目前大法官人数之所以不足的问题，就是因为赖清德总统他没有提出适当的大法官人选。大法官们也应该要挺身而出，有所表示。那么我们期待整个国会在野主导的失速列车能够回归到宪政的常轨。未来宪法法庭若是针对宪诉法做出裁判，也等于宪法的法庭会当重新运作。尤其伫行政院决定无要附属纳白修正的再划法后，立法院透过宪法的法庭申请释宪，这也正做在野党其中一个选择。宪法的法庭敢会当解决调野宪政的问题，也正做焦点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